灯火在心好灯火，青梅玉丝结凝于边，报答子母关渡。先生讲道，有请母亲去护表嫂上堂相亲。表子，表嫂儿，去父。母亲，此为世纪18呀残，欢心是苦，教子成身。母亲一生不容易，曾操成灰，难报在今夜为母亲亲自金表，以生子一拜，奉母亲为接你夫人，御史金匾即将到来。祝你夫人母亲是红，我何必为母亲？吾妹19之家，越子成名，朝廷调查，理所当然。陈爷的，你说是吗？这当说，陛下我晓得。命炮最有，准备拜堂。生儿呀，为君因多错，家境凋零，非能照顾你家，幸亏曾表说前来问朝，领上去应可哩。表嫂也表着他会天下，小弟引力倾盆，一所勇气，哪当得起大礼？陈爷的何必太子？想你我妹夫三生，死于同场，情于国所。我孩，你是无曾表说安于精神。是啊，你这娘胎8月而出生，故取名医生，你这名字都是曾表所截取的，生儿应当上去背一背。孩儿知道。司洪大人、司府涂大人同卷守文府官员赔礼作岁月想你。常员公山西门
喜可啊！多谢多谢多谢两位大人，多谢子孝，陪小文一见。恭喜曾太夫人金雕永丰，金殿齐提，皇恩浩浩，玉立桃花，良机一马，一走神心。来，将御史金殿挂上。的话我真不明白。一生得状元，皇上有此便，前进差不多14、15天。劝我娘不必太心焦，莫把前情一担抛。20年愁满又才笑，又何必事端恰巧。
为他发言，你叫我红颜在世，叫儿子死无见生。我娘世道世间，唯有神痛分明。他要是曾两相逢，此非是天为冤枉，地犯红一生是我子，是你子，你个人间想什么？你是我妻房，是妻房，你个人间想什么？是啊，有子不能生，有妻不能成啊！这个我见过半途而废，只是今非昔比。一旦引进泄露，不但你我性命不保，就连一生他蒙欺君大灾，你也难保啊！我娘，我的妻呀，怎了？我的天
何事慌张？相公，婆婆他事情了。母亲。此也无理。
是我们凤儿死去。奴家不可，你替三娘家交出出去，某镇上所以今我们驱逐他子等死来。为什么有此事？缓缓强辩，三儿，你莫乃高义出身，死于不明，官府能不同分？回去这就去报官。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万事从长计议。相公，这是非奴之过，切切不可忙了。死有后意，万不早杀。奴杀你杀奴杀曹杀，杀来！相公啊！清晨了解了他。何见也暖城埋插头旁，这暖生4岁，为妻哪能生？急忙披旁，稍事我再引进见你，婆婆堂里事情放。奴真过真情。哪有假？原来母亲心中藏，为此怎能自断肠？秋风高情表彰，恰走起句。杀红娘，一他真情深知晓，做得家生不光阳。相公，事到如今，你想转弯是臣。怪你做事太愚痴，金台杀人从不是，死内东门不屠杀，二进不累，一言辞。奴越故先婆婆明记，不管明言，至今反遭贼
一去报国，宽家来世，便算寻根究底，叫侬是何为大？哎呀！夫人，你愿听为父一言吗？女子才家从夫，才家从夫，夫君一话情关三人。夫人啊，是亲亲的父子一相思泪眼仿佛无情肯为死家千山宝，情与马国的你去。是何三宝你？叶子把祖上家父身为私家人，不报家父，难得祖宗与弟兄。儿子把母亲命亲，咋不为家国报名节，居成不孝之人？为父亲奉旧，身犯欺君之罪，三者怕为父一命。我为生气，当与夫君生死与共，岂不是抱歉夫君？愿三宝，愿三宝。夫臣领上是为君父，如是冒人为家顾。17岁妹无他祈求，亲残生恩一时苦。先后后续是此，奴家中传一事，亦是不容。残生才是臣也无，这是把家头无辜。哦。
换出大圣才上，受一生也亲的一礼。叶先生免礼，你有何冤情要说？洪大圣，本身青梅长远之梦，被刘氏所弃，还愤而死。刘氏一共生父孽之罪，宽徒之父，却只是不肯判决，叫我怎肯罢休？不免前来结果后冤。哦，竟有此事！也胜不过方也呀，也是代高明杰夫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岂能不理？诸君，在速到福州府将刘氏提来。是。司长员到。有请。请进来。哦，司长员，请起坐。花生小妇才是，不过举手。但说不发。冯德律师父孽家故，天成公分，本是天居现代，不能以德化民，心者有愧呀。也是未能修身以居家，后也谢幕，不管归怨他人。妩媚堂堂告你，且遭妇女与之生法，可把还财纲常何成？事关国法纲常，本是焉能不理？刘氏提刀，押上来。吴律师什么善神，但光必须加固，与我从实招来。大人用手，妙见之理千寻，家国寻到上为谁？凡人相见常道，万旁杀情是万象宽恕，国少列法，乃与妇女真章之事者，应往后等。因我不正说死才等。呀，这，常员公，你说成小子，岂能少说这等罪名吗？大人也是死恨，我能不恨？屈大圣，我立严惩不退。来，在将律师押下。
下先此死者，以避司长院之愤。是。可怜有年因交起深深好友，心将他到色戒难续少兵塔镇无人晕厥，冷水喷醒。是。大圣，这夫人可请判以严刑。大圣，这夫人已是此刑，可请圣儿。何夫太酷哦！凡事有缘故，从殿生国法，年成不坤。洪大圣，常言道，养不教，谁之功？不错，吕德熙父子王成一举鸿门，竟教出如此忤逆之女，尚不就盼我能重整纲常。大圣，此事万圣怎能施展？去过张元公，不必施展，本是为你做主。众军在，速让吕德熙父子到堂听审。是。兄长，
老不许之子不成真愿与，前来视察财富家，不必在天月家愁。曹元公终后故也，法子不彰，则纲常非事，国之难安。此案有关国体，不可姑息养奸。我苦，我有苦难言呐！三儿，曹元公，你为何咽气呀？我曹元公啊，母亲，我的娘！刘师傅知道，带上来。救奴无兄，救奴无兄！可见王茶生，对，刘德勋、刘世成私家家女三人，但光别是家姑，你们好家教啊！别是家姑，今天子已消失天下，妇女乃自财自孙，你家有女不教，灭绝上人。本是定要判一个自家不念之财，再引人死。来，嗨，将吕家父子各取一斤，推上去各当伙儿子打扮。是，他的。不必责怪于冤家，想我死也生，也命干。此生儿，你母已死，两家成仇，有亲戚之情。洪大人，我妹妹一品夫人，竟是被贬而死，是我为朕朝廷。来呀！嗨，将吕德勋父子押下监牢，另判动刑，再将这十恶不赦的华妇绑赴营上，烈士斩决，再与这圣罪变了。是。莫念你夫唱严明。
烟云抢南西，抢南西。他无辜，他无才，我要救他。不能让他生死，不能让他生死。也不错嘞，也不错嘞，不错，欲求言辞也不及，见王法当将其见。眼睁
言欺负端详领上，叫后生生我，叫后生生我赢过你，赢过你呀！岂可草率偏见恩，听得刘子一狂赞，官王发苍马生来。杜甫台，杜先生，你来了。四常院何事慌张？我妻已帮扶发财，恩师要斩，你放我何来？快，看你何事啊？看在要生面上，四常院仔细了，求他严明。肆意介意，前面上菜听着，请将反腐困税参万一应，待本府监了县台，再应听他。知道了。四常院为何要救他？莫非曾父曾有冤情？这个他家有父女哦，恰与妇女理当随意，前面上菜听啊，杜甫台，四常院杜先生，请你听我先向县太大臣请，你是谁？要替他求情吗？我是念在他年纪尚轻，似是非哦，妇女是从才，本府是何求情？洪县太亲自见斩，眼看这应应时刻就要到了。
苍天呐，苍天呐！我与我要当金马朝前，到此时自莫悬了七进血啦！雄华富贵早成空，闲来飞过后来尽。欢唱后冰冷，老天老天，老天护是你，是常远。常远公情愫苦命，其实本官也有两情相聚之心。这是自己先退他路，杀求快事，听早撤责。两人也有情仇之分，只求奸情一等。常远公之意是要求奸情，是要求奸情，先求不死与他一笑什么？我笑常远公你呀，笑我常远公之意，本无明怕烈。杜福台，杜先生，此事由不得你了。现在他身在上，不知自负，土国中可见。土国中，你不替私家节务伸冤，该当后才。本着正为此望而来。好，以后见教他人。此案内中，必有因。六字起步，空必争复胜。吴律师以当堂公审不讳，还有什么别因？大人，这其中内有隐情，与后隐情，恐与一事本身有关。心无城门才三生，必是家不太荒唐，常远素来称小子，为妻求情，理不当。今此事他人，这才
外奉有上教化，此则谁过承担之。涂国忠，与你之间，此话是何了解？可叫背子复生，叫你这生是，呵呵，杀父殷勤你，生平发落。好，杀父殷勤，本是定要判你一个偏袒案犯，重赏劫富之罪。万岁，请罪。好，来呀！在传下去，将反诬律师交于土知府大尉奉审。是的，命。见司府丞送榜，本府内衙文案，不许他生禁舍。是。本府丞在安史公堂有违破功而陷成罪，因此现在安抚你大臣，要将你赠典狱。李世经如何话可说？啊，可唉，本官出身文案之士，便知父生有难言之苦。却闻安史文战，官冒丢官奉献，场上隐藏，一句父生言明，此事父生自焚。凡夫官机不行。但是到如今，万请父生为本官开口催责。此言何来？尚不能查清此案，父生委屈难伸，本官也将因此革职念罢。父生能不动于心吗？破命此生焉能为力？素闻父生温良恭诚，父兄又是一军红事，你有曾家教，何知什门三舍，怕是家国。奴家为求一死，大人不必再问。你以为一死就可了结了吗？父生，事情贼不吐舌，却有三不报。何谓三不报？一不报，六是主上加封，陪你所说，一须后退。这二不报呢？这二不报，你父兄将随你所来，我才留系生死难卜。兄长，这三不报呢？这三不报，父臣难报死生，好死不偿。天哪！你这一死，既害了父兄，又成了私家财产，你为何万不行不？大人，奴快快讲来！奴知道岳曹夫。司长员，本府内衙问案，因何不早死来？按官无罪，
岂不用辜负？常员公言才也想到生谋之处，看在你们力争不失生谋之处，反替刘氏求情。涂国忠，你好不应许？来，才将刘氏随见，明上贼首。是。玉面坊间，心外叵测，有一路子财命，我与你御前立了生一生。万贯以天子门生相携，你自财吗？我有好财，万色有将，美有文，区区金标才齐聚。你太讨将飞巧计，可其成才，你常人。是此家父，外子冒虎逼问生，又给迷张王求生，刘氏一生反悔，反公自责，你难逃逸。爷们！我是掉进了乾坤套的无声，我是非从在此忙里，破得变成剑，在浪漫天，真欢愉。刀剑是里，张牙舞爪，飞凤回首，逼得你生活平淡，到头来生不分身，与其手错半生间，倒不是一世负去。
谁在叫门啊？哦，原来是常远公。开门来。这些玻璃清水去，偏僻地方找一次，我与妻子守望。好好好。谁木来？小心了，放心，小心了，放心，放心。眼睛。眼睛。相公，眼睛。很多国错，按条说要你反攻，事到如今，你是何之意？当初为父要你成才，本想长远后难撇弃，有时不知终究，谁知红事还未人骗子，不肯跨越。为父心有难言之痛，为天可悲。师姐，你还有什么好主意吗？世间世人皆祸，土国中穷贼不杀，真想人将披露于神前，父神不应杀报。是将门风扫听，月报阻着门风。难道举顾不得为妻了吗？父神。看你一年未见血，精心作为是家妹，他娘在自今手，为保护杀在柴头，父兄两方千里外，彩礼中途万夫催。惊雷怪，心也碎。待来遇见外门后，弄巧成早之才。而今与我为天呀，
将谁说？不是亲因事情罢了。相公，夫人，可知我父孽家母自母之情，又怕其成才一代，是此既可把母子贞洁，又可救其余为难，万可洗血越家之财命。相公，言岂可贵在于一生，愿我一生破担承，万家风雨能保，一家之源也能生，一生一命对地父，是当相逢不停。天月夫妻百年是偏生离我心事就是你所答，有你成才，实话他后言越家无天理，也是当初死了，岂能一错有罪错？害其生命伤天良，事情恢复一心福，你天地他才。
可曾当？我是应当，你不能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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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曾回去，有啥事？三军告你不亲你。自家自在自家成，一生不能再生。一进家门便是你家人，自当何妨空空此城城。啊，错不与人，一生一世凡事可怜心生。可是比亲你等莫问是造孽，我可操！与你好怨好憎，是此重大，此话纲常讲话，颠倒不得。一下真巧，此经真相一明，派我前去做大奸夫。我可走走。自从早别，心不死哦，死于我妻，后也终身，本欲死生，有可殷勤排路，毁了我儿他好前程。
非愿在晚年与地下，也是以贤死生。这是我这一世，我儿将永不知生父是我，临死之前不知理应相承。慢，我儿放过他那，对我必生怨恨，岂肯相承？唉，此际既不能成子，又不能救息，千锤万绪，向谁退缩啊？一语诉与万娘听，因何不还我同意？连理天下凄凉情，与你做婆为孤啊！土国中破，母亲明哲不报，我有欺君之罪，将后夜雨生死，非有一丝贪恋。
下安生死。冷眼对头，呸！令他恰好无人。我娘，我娘，表嫂，原来是表嫂。原来是表子，我怕你母临界灯火生命，到此一发。有劳表嫂，表嫂，请嫂，不说无礼，母亲些事。这有表嫂相亲，不妨两种偏事，两位总怀。是的，也是表着同说。其实表嫂因何少见？表着定有，女嫂泪眼相对，独真彼此自卑。多谢表嫂爱见，请表嫂，请想念渐近，不就难以死也。生杀，回家我起早牌坊，原为保强正经，谁知犯错他神贵前路。一声一声，冷风经过，就此告退。表嫂怕了，小子陪有念旧，不妨两人杯酒与话，再谈偏看。多谢表子殷勤之意。腾生在此时，我儿这子是心思，苦里对面难相
好恨二死，刘氏此生无念，因此被此切意。哦，也。我的严夫人离异之事，托国中发长主意，父母另有阴情，另有阴情。托国中他也在乘胜此外，成其事成，去碰征伐。好一个阴险的托国主！公堂之上，三谋四位，我有好言在我身上，都是一时怕流而不哭。该唱好言，儿啊，事到如今，为母再不出声，就永无机会了。儿啊，你本是陈家成啊，你是我的亲儿子，胡言乱语，胡言乱语。儿啊，我与你谋此宵两情深，心深情是因才因，空待明月曾梦似，同情同月同死生。今你救父他在，不由你母千求万恳，将他强加私家。鸳鸯本是同命鸟，情缘分非两面里，为报生情债必交，此开案件二月好情，此言岂是真的天不作证？你母孤门八月，便生我儿，为你取名一生，皆是我与八月所生此意呀。孩儿啊，此事谁知过错？难道且是你父母是姑妈？我的爷，才是当权，早知是不决，真是为母不能不死啊！为母不死，到死家，
事非你之过，此事非你之过啊！孩儿啊，我的亲儿子。夜幕府把地藏，王氏房子也梦醒。此事才郎请下头，又自团圆，方子三郎此事非你之过，亲呀，我的亲儿子，听。铁不随心的本言，起点从来争吵。为是教化天冷面，却怎能长不容山？气氛深深，永不是缘后事，缘后事。不应将生，不应将生，不应将生才人间。啊
小凡儿曾不孝，把死莫说，把死莫说，恨死散。你本是花似牛，严守女，巧为我复古谁奈苦道远。本以为山西临门多荣耀，到如今已家传后。姐的多富贵，取什么于是拜访在你边，四顾蓬门都不易，可怜我葬送青春18年，未曾邻家先配哑巴，才草碰头便配看，此生此恨，此生此恨，向谁诉？一语复音，苍风听。你莫道天理早算成，变成心愿，色穷藏，今来层层把天理，酸甜啊，酸甜说说把地藏，风怒黑剑风扫雨旁都与贼道，风怒黑剑风扫雨旁都与贼。抛千古遗恨往前去。
苏宗藏。弟，母亲。为妻承得苦万多，难绝夫君一命，我管理天命，福利法，人间良所。命六事，小逆府上，也有替皇上罪，把世家祠堂给命六事揭晓了，将牌坊给此女子，用上今日之风。